其實我哋公司咧最主要有3個嘅業務啦。咁第一個業務就專注喺員工嘅心理健康發展啦。第二就係員工嘅工作表現上面嘅提升嘅一啲計劃啦。第3個嘅就係講緊組織發展上面點樣可以幫一啲管理層啊做一啲政策上面嘅方針嘅。去到最後啦，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可能係員工支援計劃啦 （EAP）， 幫佢哋提升佢哋員工嘅心理健康發展嘅。喺呢個咁樣嘅經濟唔明朗嘅情況底下咧，佢哋都好多唔同嘅決策去做啊。究竟我裁唔裁員好咧？究竟我裁邊一個咧？我哋叫做壓力嘅來源啊，係附加咗喺一個老細身上面嘅。咁其實員工而言擔心自己會被裁員啦，但係變相可能佢哋自己留翻喺度嘅員工咧，佢哋嘅工作量係倍增咗噶嘛。每一日都可能長期累積住呢種擔心啦、呢種焦慮啦。咁所以作為一個員工，可能佢會出現一啲過勞或者 burn out 嘅情況啦，佢哋嘅心理健康都有好大嘅隱憂啦。咁 AI 呢樣嘢嚟講，對於我哋做職場心理健康嘅一間公司咧，其實好大嘅幫助嘅。講緊推動一啲員工心理健康發展嘅政策，其實都好需要唔同嘅數據嘅。佢哋點樣睇佢而家工作上面嘅一啲唔同嘅指標啊？佢比起可能香港業界或者普遍佢哋嗰個心理健康嘅指數啊、壓力嘅指數係高定係低咧，俾一個客戶知道佢哋而家個狀況係點樣嘅。用 AI 係好正常嘅一件事嚟嘅，但係有時候我哋點樣去落嗰個嘅 prompt 㗎嘛，或者點樣去再問一啲追問嘅問題，亦都好睇得出一個人佢有冇一個我哋叫做批判嘅思維啦 （critical thinking） 啦，而唔係我哋好似一個機械人咁樣copy and paste 晒所有嘅資料俾嗰個 AI 去幫我哋去處理。咁其實我哋要用 AI 嘅話，都要用得即係聰明啦，係啦，咁先可以用盡晒 AI 所提供到俾我哋嘅一種價值嘅。咁但係喺一個輔導嘅層面上，又或者係一個心理諮詢嘅層面上咧，其實講到尾都係人與人之間嘅相處嗰種關係先係最重要嘅。而呢樣嘢可能 AI 都未必，即係暫時啦，都未必會取代到嘅。佢嗰下其實係要緊一個實實在在嘅一個支援啦，定係純粹一啲 quick tips 咧？我會形容而家一班嘅年輕人啦，用價值觀推動佢哋做任何嘅嘢嘅。即係簡單啲嚟講，佢覺得間公司同佢做緊嘅嘢或者個理想唔係好夾嘅話，佢寧願去攞錢。咁基於呢一個咁樣大前提考慮底下咧，我會覺得即係首先第一步就係諗清楚，其實你真正想要嘅嗰種價值觀係咩先？可能話見到而家咁多人可能攞車去拍 reels 嘅，用 social media 嘅，咁但係諗下其實你自己想要嘅係啲乜嘢咧？我會覺得而家年輕人可以做得多少少嘅，我哋叫心理嘅建設啦，因為我哋叫機會主義啦，又或者有咩機會有咩 job 咪去做咯，但係可能都要多翻少少嘅時間去俾自己去即係反思翻佢日常以往嘅工作係點樣，因為呢一啲嘅反思呢啲嘅整合咧，老實講得佢自己先會做到嘅。俾自己一個自律啊，我覺得係一個自我管理嘅能力、自我提升嘅能力咧，從而先可以推動到你自己去發展你自己嘅事業，或者你發展自己嘅職涯咁樣咯。老實講，好多上司或者高層係好追求速率嘅，又或者好追求個成績嘅。咁呢個絕對冇問題。會唔會喺追求呢啲嘢過程入面，你都可以加翻我哋叫做以人為本嘅呢一個嘅特質啦？你有冇尊重過佢係一個普通嘅一個人？留意下觀察下員工嘅行為同表現，問下佢哋最近過程點樣。只不過好簡單嘅關心，好簡單嘅觀察，原來就可以做到一個喺員工眼中一個叫做比較關懷你嘅一個上司咯。